家係朝早7點鐘，我哋由呢個紫葉寺附近嘅江家休息站咧，準備出發，去到3公里之外嘅天葬台。咁啊，原本有諗過咧，要唔要喺度等到8點幾睇日照金山？咁但係今日見個天氣咧，仲係有雲霧，同埋又想早啲出發。咁而家7點半，由紫葉寺出發，去到天葬台咧，短短2-3公里已經有200米嘅攀升，所以一直都係向上爬。然後咧，而家天微光，一直落冰雹，咁啊搞到個地咧好滑好跣，上斜都唔擔心，係驚一陣間去到埡口要落斜咧，咁就危險啦。有人會問，點解我偏要今年馬年嚟關人幫齊轉山呢？咁咧，原因就係我10年前踩單車過嚟西藏，嗰陣時候啲藏族朋友就會問我：誒，你嚟到阿里係咪要轉山啊？嗰陣時候冇乜概念，但係咧，當我了解咗背後嘅歷史同埋文化之後咧，我就決定10年後嘅今日，我一定要再過嚟西藏轉一次岡仁波齊。第二啊，因為岡仁波齊同埋釋迦牟尼咧都係屬馬嘅，而我咧都係屬馬嘅，所以今年嚟咧會特別有意義。仲有大約1個鐘，我哋嚟到天葬台。天葬台咧就係上左馬啦埡口嘅最後一個補給點。好，喺天葬台正式出發，而家嘅海拔係5275，咁應間我哋上到埡口咧，估計係5600幾。哦，我爭啲留低咗我嘅登山杖，呢個天氣，呢個坡度，冇登山杖死得。而家呢個景色令我諗起金庸嘅飛雪連天射白鹿，一路行咧都係行呢啲結住冰嘅滑石路，其實都幾乞人行。好啦，我哋抬頭一望，嚟到極限爬坡嘅開始，你哋準備好未？細細地咧，路好窄，咁亦都有跪牆頭嘅人。我哋一般咧都會禮讓跪牆頭嘅人。如果佢喺前面嘅話咧，一係就等候，一係就係抄捷徑。而家已經上升到海拔5400啦，咁我哋仲有200海拔要攀升。而家上到海拔5400，其實咧只要唔咳，而我而家適應咗高原咧，同埋個狀態咧，其實還可以喎，未去到攰咯。而家大家都喺個山脊上邊平緩咁行，又上到去上邊，右上角就應該會到達埡口啦。而家海拔係5460米，咁啊經歷過珠峰嘅5200啦，富拉港日嘅5300啦，而家已經係突破到5400，咁啊預計咧加埋呢個埡口咧就係5600嘅。咁咧而家其實咧我嗰個身體狀態我覺得還可以，咁啊頭冇痛啦，亦都冇話高反跡象啦，亦都個氣都算 OK 嘅，只要唔咳。咁咧有一樣嘢咧我都好想試，買咗未試咧又唔好嘥，就呢個氧氣瓶。係啦，咁啊而家想橫掂買咗啦，試一試先。好冰咗，你睇下當地藏民都會跣親啊！
呢段路咧其實唔係話好斜，但係咧落完雪之後咧，啲路結冰，勁跣。見唔見到前面塞車？其實咁樣塞車法咧係唔使擔心高反，因為我哋嗰個速度好緩慢，行下停下。我哋嚟到萊辛石，萊辛石咧，你會見到好多掛滿晒照片嘅。就係咧，如果你有啲好掛住嘅親友，你可以將佢嘅照片貼喺度，做一個保佑。前面好多經幡嗰度先至係埡口。用咗4個鐘攀升到5600米，我哋終於嚟到左馬拉雅庫卓馬拉埡口。到最後咧，因為個天氣咧比較惡劣，所以都比較難行。好多麻雀仔啊，大隻嘅麻雀，全部堆晒喺度。撲街，啲雪越落越大，勁跣條路。而家咧咁樣落斜，坡度幾大下。落住雪啦，個地好滑，我哋咪要慢慢跣過去。跣去對面咧，仲要上翻斜喎。咧呢啲路咧根本冇冰爪咧，唔使行。而家我哋望落去嗰個咧就係琵琶湖啦。不過咧而家落雪結咗冰，乜都睇唔到，同上次喺宇濱行冰湖一樣，又係乜都望唔到個湖。啊，黐緊線，挖個溜冰點行啫？勁辛苦，行幾步跣幾步。而家咧睇到啲雪咧唔係白色㗎，係紅紅地啊！係我隻眼有問題定係啲光線問題咧？希望依家落到去低。短6公里喺埡口落到嚟不動地丁，煎熬過爬山，煎熬過上坡，而家終於到啦，又落雪啦，嚟到不動地丁啦。咁啊，呢度咧主要都係啲茶館啦。咁啊，其實時間差唔多噶啦，好似而家咁，我哋而家係12點45分，12點幾咧食飯係啱啱好，但係我想搭翻車翻出去先再食。
有啲人呢就可以俾200蚊買架吉普車喺不動地丁嗰度開始帶佢哋翻去。咁啊，車程20公里左右啦。我原本都想坐嘅，但我 miss 咗嗰個站，所以而家坐唔到，唯有繼續徒步。好啦，攰。波都唔大，佢一直逆風，咁同埋咧咁風景，咁所以所有人咧都感覺好似行絲州咁樣行緊。我哋嚟到轉山最後一個補給點中堆，距離目的地咧最後4公里。去到最後4公里咧，有架大巴翻到終點。我唔知我會唔會為我自己嘅決定後悔。我要硬睇埋最後4公里。個身體而家好攰啦，個天氣都好差好差。啊！希望唔會一路諗，一路行一路諗啊，點解我唔坐大巴？呢段原本諗住想講我完成轉山嘅總結同埋感想，可惜風太大啊，收唔到音。大約我想講嘅就係因為大病初愈，當中有2次機會咧可以坐車離開。不過好慶幸咧，最後都有徒步完成52公里。因為雖然最後20公里成條路程都好沉悶，同埋身體好攰，不過更加令到我專注於當下，專注於感悟。喺越攰越痛苦嘅情況下，更加能夠感受到自己嘅身體。就好似朴樹嗰首歌。當你奄奄一息過，那個真正的我才會誕生。好慶幸自己最後一步一步咁樣完成52公里。我會諗，如果我當中放棄或者轉搭車，我呢1個月嚟千辛萬苦過到嚟岡仁波齊，個意義可能就會失去咗。而家嘅我非常滿足，非常感恩，就係得咧。